再来看蔡水南国责专案的调一人黄叔公，昨声明表示讲，伊是因为身体跟心理拢真疲劳才失职。外界嘛真关心讲，敢会去影响到蔡水南的国责咧？国防部长邱国正今仔日立法院是真肯定黄叔公的贡献哦，嘛强调讲蔡水南国责会由团队继续来推动，袂因为一个人的离开有影响。 整个过程，军旅生涯那么多年，当初也没有想到会待那么久，还难逾越。有时候压力大是必然的，但是久了也知道怎么调整。国防部长邱国正就要交接啊，正罕的伫咧镜头前讲伊林内心情，同款要交接的，也有前一天发声明讲要请辞的，将干国造专案调职人黄叔公，伊讲是因为身心拢正忝才会辞职，甲政治无关系。 以后将会以民间人士的身份协助提供作干的咨询，并且希望有心人士唔通搁再恶意攻击，打击军人的名誉甲士气。他有相当尽职的一个人，我也是事后才知道，心里有感受，我可以感同身受。对工作推动来讲的话，应该不至于成太大的一个阻碍。邱国正肯定黄叔公的贡献，并且讲将干国造是重大专案，会由团队继续推动。 袂因为黄叔公请辞而出现问题，也否认将干小组要改变重新成立先前国防办公室的讲法。同款是国造将干牺牲任务的海军中将邵伟荣，就伫咧立法院进行进度的报告。邱国正也对将干后续量产的舰艇有算大量增加的传闻做澄清。总是个估计嘛，但估计也很容易造成大家一个听到就原本多少钱，现在你一平均好。 就把那个价格给拉高了，我们就一一跟大家做说明。因为外界也正关心讲，邱国正下台了，接任的敢会是郭立雄？我没有交接啊，军人待久了以后，我讲真话，都拿到命令了，或者长官告知嘛。对前总统赖清德最近定定到营区时都了解国军建军备战的状况，邱国正讲，国防部会清楚说明目前的重点，还有未来的走向甲局势。 这拢是因应该爱做的代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